伫民政局长江林煌的邀请，南营司法协会理事长，当时嘛是前民政局的专委郑基南来现场会考，以着流畅的笔语加稳健的语体，写出旺土顺利的春联贺词，希望传递春节合家团圆、诸事圆满顺利的祝福。旺土顺利的部分阮是经差不多要将近到100个。尤其兔年的时阵要安怎上玉兔迎春啊，什么货市长就是选这个旺兔顺利，因为兔迄个今年兔年那个今年是属于癸卯年癸卯年的部分，伊迄就是阮小可有一个讲朝阳，下早时尤其兔就是火曜所以市长嘛讲希望讲迄个因为旧年是疫情今年。希望讲疫情已经减缓之后呢，这个我们的经济能像兔子一样的跳跃一样有这种活力。副市长叶铁山伫听完局长的介绍春联贺词的联想，表示肯定甲用心。一方面希望百工百业大家拢会用满意，另外嘛有兴旺甲顺利的意思。要百工百业大家拢会满意这个贺词真正是无简单算。所以感谢江局长及同仁们大家的用心，选出了今年的贺词“旺兔顺利”这句对我来讲有3个意义了有3个意义。当然就是字面上“旺兔顺利”，就是各行各业新的一年都能够怎么样，非常的兴旺，非常的顺利那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它有一点英文的。I want to 什么就是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了所以我觉得连英文都能够套得上，也非常的不容易。那另外第3个意义是什么？旺兔顺利变成什么？万兔顺利，万兔顺利就是什么呀？要大步向前，所以也是希望说新的一年大家都非常有拼劲，有干劲。继续往前冲了民政局长表示，伫12生肖当中，兔甲12地支的卯是对应，称作卯兔，有黎明甲充满无限生机的意思。112年春节的春联，预计由37区公所，对1月9号开始发散到全市市民的家户，同时嘛开放明地甲永华中心的市民服务中心，提供民众免费索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